乌克兰本地是明年春天要举办总统大选，也毋过因的总统泽伦斯基即马表示，即麦时阵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机。另外，战争爆发了后，欧盟即马有开放乌克兰人还佫轿车入境，所以因为介绍平人较少，所以害各国本地司机生意拢变较歹，即马是引起波兰货车司机不满出来抗议。 乌克兰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以后，一直实施戒严。在戒严令之下，所有选举拢会取消。乌克兰政府高层最近讨论原定明年春天举办的总统大选，敢是如期进行。也毋过，泽伦斯基总统伫逐天的例行演说中讲，即马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机。І усі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зараз у воєнний час, коли є безліч викликів,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 якось так легковажно. 事实上，原定今年10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也已经封延期。也毋过，随着俄乌交战超过1年8个月，乌克兰国内无共意见的声量渐渐加大。根据国际社会学研究所10月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乌克兰人认为民主的支持开始减弱，希望基辅当局甲俄国谈判的比例增加到3成。泽伦斯基是搁一摆呼吁团结，希望各界唔通进行无意义的政治对立。 No chcemy tego, żeby wróciły zasady uczciwej konkurencji, żebyśmy mogli pracować, żebyśmy mogli zarabiać pieniądze, żeby te auta nie musiały tu stać, bo jak stoją tutaj, to tracimy pieniądze, ponieważ taki pojazd nikt go nie kupuje po to, żeby sobie tu postał, tylko żeby pracował, żeby jeździł, żeby zarabiał pieniądze. 镜头转到波兰，摆伫乌克兰边界的3个过境点，有大量的货车卡伫车道上，造成车辆塌掉的。用这种方式表达抗议的是波兰运输业者，因不满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盟取消乌克兰的入境许可制，互因会当更较简单出入波兰甲其他欧洲国家，加上开价较俗，抢走各国本地司机的生意。示威人士控诉，进前乌克兰继续加购物大量输入波兰，波兰农民就要挡袂掉啊！政府却一直无提出办法，也毋过波兰政府回应取消乌克兰运输业者的入境许可是欧盟决定，因也无法度反对欧盟。我是新闻台湾人朋友。